真久无来讲这个日记吼，语音的日记。最近就是因为换新的头家，毋过游玩是讲，互人欣赏的同事，就替人牵成做第三级的主管。毋过亲像我游玩吼。董的啊、总的啊、副总拢换过一轮啊。游玩吼，无轮到我。讲被伤心、被失去是无遐简单。游玩嘛是会想讲安尼我是算啥？我哪会遐落魄？这代志互我想着讲，我学台语游玩是安尼，就是讲做拍拼伫学台语，毋过游玩会有人讲若毋是自细汉就讲台语，安怎学？就是有一个腔，即个腔可能是华语讲伤济。无就是讲，毋是自细汉第迄个语言，就是学台语，无讲惯势。就算讲大汉做认真去学。游玩就是讲，搁学发音，学甲想要足正的去学罗马拼音。毋过咧，可能安怎讲游玩吼？腔拢会走出来。这是我去买肉包的时阵，即个店头家店员嘛是有讨论即件代志。我进前嘛当然会替人讲有一个腔。这两项代志合起来来做伙看，知影讲其实即个社会有一个主要的观念，即个观念就是讲，若讲伫公司拍拼，爱认真、努力、认真，拍拼。若讲会互人牵成，是代表讲，即个人伫工课上，伊的能力，伊的个性，可能是顶真，毋是线身。拢是互人会学落去，就变做讲，大家拢会认同，而且会去追求。毋过咧，这当然就是一个思想的限制束缚。亲像讲台语，大家就想讲这若讲真正要吹讲，就希望讲。这变甲大家做要义的，大家拢去追求讲你会去开钱去学台语，济人安尼做。大家目标有可能拢是想要，互足济人会当影响足济人，家己会当做一个，做一个革命者，做一个头人，背下的人拢互家己影响。这拢是无就是讲台语拢无即个腔安怎听大家拢有想讲讲甲真好，拢无即个腔。若出现一种腔大家就会白头夹夹，都无想要听，耳孔就无爽快。亲像我嘛是共款，我可能听广播电台，迄播音员若讲是较少年款的，这台语无啥好势，我就讲安怎顺游玩会想讲这个无做台语开，无做老人老一言的顶一言的迄个开，我就会背去听，就变做我家己可能嘛是去追求安尼物件。
毋过我无法度，我就是无法度做袂到。这就亲像讲，我头壳内底游玩是讲，若伫咧公司爱互人牵绳，爱做啥物主管，啊无就是待遐久爱有一个地位可能啥物顶司的位毋免可能拄开始是较第三级豆豆仔变第二级过来变第一级拢有即个拢想要安尼爬去安尼去做一个进展，拢有即种想法。若讲看到身躯边的人发展比家己搁较好讲无要伊是真无简单，根本是无可能。毋过这代志其实是共款的代志，就是讲我做一件代志，就会想讲一个社会追求的标准我若写册，就是讲有真侪人爱看愿意讲。逐工追随逐工拢伫录即个进度即个写作的进度、写册的进度愿意摕钱去买啊无就是愿意去留话愿意饲一个赞，这拢是想要去求煞无法度求。安怎求？就是讲求的方式若讲真正有人有即种想法，伊可能是去研究即个市场，无就是讲，若有人想要互顶司牵绳，伊有可能就是表现足积极有真侪方式做代志做认真的毋过我就是讲。认真的时阵互人感觉讲，我安尼做是互人无爽快，互顶司嘛想讲，这使人怀疑我是毋是有别种有别种无好的念头互人挑伊挑起毋过当会使去表现我就变做讲，无想要好好做积极的因为我惊讲互伤害惊讲做遐济期待遐悬结果有可能犹原是牵绳别人就是惊即种受伤就毋敢讲表现甲真好就是惊讲会亲像顶摆几当前共款安尼做遐济，毋过其实拢做甲毋是顶司爱的，就是讲有可能有欠缺一寡问题有一寡问题毋过我毋知影就苦苦做嘛看袂出别人要爱的物件，拢会惊吓所以讲变做讲家己嘛无去拍拼毋过阁有失去会感觉失去亲像台语本底是想讲安尼，就是家己去学家己讲毋免讲管待别人。毋过真正接触了后发现讲这问题拢无解我犹原是望别人的学落，望讲大家会要伊亲像讲，若讲我对一个物件付出真济毋过大家就无要无紧安尼我嘛无法度讲得到即种满足。所以讲这问题当然是伫家己的身躯顶
都是家己诶生活内底拢是想要得到，拢是想要得到别人诶，别人诶看重，别人诶想法，想要互别人去，别人诶头壳内底想讲你真敖，有可能就是有即种愿望。若有真正做认真去做，抑是无这就无伫卡。毋过咧，心内真正就有即个标准伫遐，安尼就变做讲，是一种痛苦，就若亲像讲，想要有厝有钱，话语比别人搁较济。毋过家己找头路，搁惊讲，即个会叫人骗啊！即个话语伤悬，无搁爱去百步，搁爱租厝，无就是讲惊讲这，毋是家己进前做过即个石头，敢会讲做无落来，会去惊吓，就变做。心内阁有即种趁大钱，钱真有，就是钱比别人搁较济，有即种标准伫个。毋过做代志阁做甲无真正落重本去为即个即个方向去拍拼。变做是家己诶心内底埋怨，讲这哪会安尼？就亲像讲，真正讲台语有一个腔无毋对，就是我即马，毋过嘛，有时阵讲去好好训练啊，逐工讲一句啊，有可能搁想讲毋免啦，替家己找借口，无就是讲练遐辛苦，阁无效啊，哪有？若无效，毋是加艰苦诶，就是会去惊讲，就是会去计算，算来算去，就变到第一个状况，就是阁希望讲，拢是家己想要爱诶代志实现。毋过阁无愿意有即个开阁较济了，阁较济气力，即就白须我听即个 YouTube 公主信，伊有讲真济人啊，就希望讲家己出一支喙，去讲诶，去开一个节目，讲诶，即个中国共产党就会改善，变做家己。真介意诶，迄个型，毋过这是嘛无真正做明白，看出甲即个体制足大诶体制问题看出。我看这就是甲我诶问题共款，有可能就是我无阮着做无法度互人牵信，有可能就是甲我诶。就是有一种人，伊期待即个顶司拢会甲伊看中，因为伊身躯顶就是有一种互顶司会欣赏，互顶司欣赏的一个所在。毋过我有可能就是身躯顶较无即种物件。而且即马嘛欠一寡拄毕业少年的热情就变做讲，我无去看一寡结构的问题就想讲，若换顶司、换总的、换啥物换一个无共款的顶司，有可能伊就是调整即个公司的制度，无就是安怎搁安怎我就会替人牵心，我就是想要讲，
无了啥物快乐，嘛无去做一个明白，做清楚的人，这世界就会变甲是家己喜意的即种方向。我就甲即帮人，即阵人要共，所以讲，其实问题拢会当安尼斗阵来看，就是讲，家己是真正有足侪足侪方向拢会当进步。毋过我嘛知影讲，一个人伊的时间、伊的快乐就差不多伫伊遮。我若讲今仔日要做一个伫公司做认真，互顶司足喜意的，拢符合我做的代志我想的代志拢是先甲顶司伊的期待、伊的需求做第一人安尼有可能就是会当去排列会当排列就排会着啊。毋过安尼我就无法度讲去练台语啊，去创啥。其实这就是变做讲，毋是讲有一个人伊安尼想伊的期待遐济总拢会当完成就变做讲，伊就是爱看清楚、看好清、看好明。我嘛爱知影讲，这台语这个有可能这个语言是嘛是犹原是失去的语言拍远强要拍远共款是安尼，我着爱家看出看好清、看好明莫有一寡错误的期待。而且我会当做的代志若是期待伤过头济，当然就是会变讲我会甲快乐拢囥伫较无彩的所在有可能就是买一张门票，毋过即个门票无伫卡讲真正会当去看比赛，就算入去参加比赛嘛有可能讲别人比我搁较厚搁有其他的即个，搁有其他的一寡考虑所以讲，我若讲钱咱袋仔内底的钱有限，安尼我干若去即个卖门票的所在卖足侪门票的我着爱拣一个门票入去了后，我着爱好好去学习过来就是好好去做搁较侪代志，就是真正爱做袂当讲用想的。当然你若讲去学台语去拍拼伫这方面即个工课上无可能讲你工课上别人就无甜就做甲你欣赏看着你的优点要甲你牵成这就较无可能，这就是家己去想的家己去期待就变做讲安尼，我就是会甲工课当做讲，我若做甲欢喜，就是讲会当完成即个小小的即个任务心肝头足欢喜。我的标准就是爱降低袂当讲搁摕别人的标准去想就袂输我买票的时阵就买一张票，我搁想要看参加遮尔济比赛去欣赏遐济比赛这就变做我若伫遮
买即张票去心内就想讲我哪会无看到别项的比赛？安尼嘛是互家己加艰苦的，就是毋是讲百变百爱安怎做较是对的。家己当然会烦恼讲我即摆若无安尼紧去互人牵绳，有一个顶司主管即个职务，安尼会变做讲会变做讲未来足惨敢袂？当然会烦恼这当然嘛是一种洗脑就是讲你敢若有一条路会当行你若无好好行这其实就亲像讲定听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就会讲这食老倒位无食药无保养会安怎？你着知影讲这话，大家会当接受，毋过大家拢安尼想是正确，敢是正确？有可能是好笑的，毋过大家拢信到，大家信到就无算好笑。其实就是变做安尼，就是人济就较占尔。所以讲，我袂当讲搁啥物拢买甜毋过真正无遐济时间就变做家己心内会受着折磨会怨叹家己讲我迄时阵安怎无着怨叹别人就是讲，代志拢缘分啦毋免去惊吓讲有啥物人会甲我取代，毋免安尼想你想看觅即摆都无人牵绳哪有啥物人会甲我抢走我的地位？若无地位搁有啥物通好抢咧？就是若讲因要牵绳别人想要去找搁较好的人才，安尼我嘛会使去加学一寡物件这嘛无啥这就一切变做讲我会当做我想要做的会使加看一寡白话字虽讲台语有一个腔，毋过咧，阮嘛会当去整理，去写册，甲一寡台语的词拢写落来，甲一寡讲话拢无腔，讲甲足好的人，有可能因会当去做广播电台，毋过因有可能就袂去写用台文来创作。我看即个推特有人就伫讲恁写台文的人有啥物路用？恁讲台语就是有腔，讲袂好势。毋过想想的，就是台语即摆就是安尼有的人讲甲真溜真老，毋过透死人嘛袂去学文字学台文去写作去创作若会人若会是足少数的若有的人伊会拒绝用汉文拢用台文去表达，有可能伊若讲话就是即个腔无就是无介顺毋过这就是一个无共方面拢有人去拍拼，安尼较会变做一个。会甲即个效果搁较扩大就是讲，若讲即摆无法度较适团台语就较适开，无法度讲，搁会晓讲，搁会晓写搁生啊袂歹，搁会使上电视去主持这人就是一个两个尔毋过一个两个尔我着做别种代志
讲话有腔就有腔吼，是讲为安怎爱去追求别人的标准，就像讲去做啥物为衫级主管吼，互人欣赏，做甲真好变日级主管，日级过来换第一级这种顶薪，这当然是大家拢会头壳内底拢想讲这是好待啊，无人会讲这歹待除非是啥物较保正牌的即个公司，安尼就惨啦。安尼这其实就是大家头壳内底的观念我若讲，就白沙涨价安尼，就是为着这项物件，就白沙讲厝爱紧买买厝买甲贵，搁贷款即摆就爱开始纳利息钱就因为大家拢认为有一间厝是好待是一个资产搁袂变宝去这嘛是大家头壳内底的观念毋过就是讲我永远会想要为别人缀活毋过我有法度去靠我家己的即个观念做一个足明白的人安尼为家己去活为家己去活就是讲有一寡别人的游戏有一寡规则有可能我就较占输就变可能大家都袂重视无就会讲这袂当啦，这线线这安怎保负责任。无责任感有可能有，就是在来家己的头壳内底观念，就是讲当然就是爱顶死甲家己学落，这较是一种标准。若今仔无今仔无嘛袂安怎就是我家己的爱讨白，就是爱讨白的物件真济，就讲台语一个腔，这永远是一个观念，需要去讨白，爱看会着家己的价值我永远无找着家己的价值，讲这无啥物稀罕为安怎无稀罕？因为大家都无要伊我永远是用这观念这学台语无效为安怎？因为这社会上要伊的人无济，而且强要失传，这都是共款的观念，拢是需要讨白。就是安尼。